曾經一首名為《踏板城的姑娘》嘅維吾爾族民謠，點解會變成一個杭州姑娘嘅一首小調，然後又變成咗粵語裡面嘅大笨象會跳舞，馬騮仔會上樹，然後今次又跟住頂頭鎚帶到去緬甸呢一個地方呢？我哋嚟聽一聽呢一首音樂。求神求運參位，博得一個樂票，齊齊挽手登上企企，莫個小看低潮，一朝鎖上腳鐐，民謠妄想去求饒。踏上球場亦要互相幫手照料，不以大意失算。放心啦，教練，若有咁翻晒你啊，翻屋企上吊，我送君你食一條。呢首音樂為咗配合球隊去到緬甸踢波嘅劇情，特登喺編曲裏面融合咗緬甸嘅彈撥樂器以及佢哋嘅鑼鼓。咁藉住曲裏面嘅曲詞，再提醒大家，異域風情雖然吸引，出行仍需萬分小心。11月頂頭鎚帶大家熱血回味香港足球傳奇。我係頂頭鎚嘅音樂總監、粵劇改編同埋作曲楊建平，到時見。放心啦，教練，若有咁翻晒你啊，翻屋企上吊，我送君你食一條。